伫咧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了后，真侪栋楼厝拢起起拆掉。结果技术工会全联会就表示，亲像天王星大楼这寡伫咧民国71年至86年之间起的建筑物，也就是伫咧921大地震进前起的厝，因为迄当阵的耐震设计标准较低，未堪入即卖地震损坏，所以嘛呼吁亲像这款情形的建筑物，得要赶紧来补强。花莲强烈地震了后，传出全台未少所在建筑物被溃、结构损坏、厝器、软卡甚至倒去爱拆掉。为了解这建筑物损害原因，结构技术工会全联会用气象署离天王星大楼差不多280公尺的 WHA 测站，用地震器收证数据记录，算出地震反应谱，结果发现，亲像天王星大楼北边街6号，这民国71年到86年之间的老建物，拢因为迄时阵设计标准较低，有耐震力无够的问题。有红黄单，就是建物已经有受损的，真的是应该要做补救的动作。你住起来会比较安心，否则下一次地震来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比较这个意想不到的灾情。国土署上新统计5月初2，已经勘查花莲建筑物总数超过566件，确诊红单72件，黄单67件，免达危险标志417件，已经拆掉11件，3件拆除当中。结果技术工会全联会表示，伫921大地震过后，内政部伫2019年开始推动所有建筑物耐震续产补强补助，希望应提升主体耐震能力。亲像这种伫美伦短暂大顶悬的花莲国兴华夏，伫2018年控制花莲大地震了后，虽然无立即回楼，不过一楼属于软卡下建筑，后来用增加八面剪力壁的方式来补强，结果伫这摆大地震安全无问题，所以呼吁强烈地震了后。耐震力无够的厝应该爱补强。1楼全部是开放的，当做停车空间，就非常典型的软脚下的建筑。做了简易墙的补强，落层补强起来以后呢，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损害。不过，结构技术工会全联会也讲，虽然逐层耐震补强，应大大提悬耐震能力。不过，所有主体所有权分散人数多，补强整合形式难度悬，加上老旧建筑物补强的时阵，爱变更使用执照，适用新消防法规，造成必然规定。佮要求补强设计单位爱全部承受进行设计，甲时间不当所负责任，这种正做逐层耐震补强推动障碍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